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等下礼拜结束了，咱要继续召开好会。好会上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爱思想过去一冬咱所领受的恩典，献上感谢的祭。同时展望未来一冬，咱安怎继续顺服上帝的心意，来推动合理上帝心意的事工。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教会上帝恩典地。每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有设立少年教会，互阮领受极大的祝福。主啊，阮诚做少年教会一部分，阮求你教阮三甲之地，互阮会当清楚看见你伫阮中间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求主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帮助阮。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伫进入今日的主题进前，牧师要甲大家简单来分享这10冬来咱少年教会的一寡改变。咱伫硬体顶面有一寡改变。咱伫2016冬的时，咱有伫新增的所在有设立这新增的社会福利这中心。咱拢知影这个所在，即马现主时嘛做真侪真好的事工。咱伫2019年，咱有做隔壁这109号的所在，即马也有真侪事工伫遮咧推展。咱伫去年底，咱就有一个计划吼，伫今年会开始进行，就是咱伫三芝安养中心迄个所在，咱来起一个多功能的即个活动中心吼。这伫5月份的时阵吼，咱会特别请咱有一个社服主任，咱会特别来报告即个事工吼。所以咱的硬体部分，咱有不断的扩展，就为着利益真侪人为着推动这个事工。咱等下咱若来参加好会，咱拢会摕到一本好会手册吼，内底有几项数字，牧师甲大家分享。伫这10冬来，咱的礼拜人数吼，咱有成长。咱伫2018年吼，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年度吼。因为咱伫这冬，咱聚会的平均人数突破1000个吼，咱是1012个吼。但是咱伫去年，咱有更较大的进步，就是咱去年的平均的人数，就是52礼拜，咱来平均，咱4顿的伫咱这所在4顿的礼拜，咱来加起来，咱的平均的人数是1050人。所以咱伫这个去年这冬吼，咱伫平均的人数顶面，咱有增加38人。这就是咱其实咱来那。就是讲，咱因为这是一个平均的人数，所以你要来乘52啦，吼，就是表示咱去年的人数吼，咱会有增加遮尔济人，吼，所以咱有伫人数顶面，咱有咧成长，吼。咱伫洗礼的部分，吼，咱嘛是这7冬来上介济，吼，但是咱抑个若要比较10冬来，咱去年是第3名啦吼，咱伫2010年的时阵，咱有洗礼人数是上介济吼，但是咱去年，咱是这7冬来吼上介济一冬吼，咱有70个成人洗礼，有18个即个小儿洗礼，有12个坚信礼，然后有14位是信用个别是对外教派转入来，或者是咱这数字，互大家了解吼，咱伫去年其实有进步吼，伫奉献的部分吼，咱来看吼，奉献的部分，咱伫去年吼，咱有一个突破吼，咱正式咱的信徒的奉献是对经商会的奉献啦吼，这是对经商会哦，对外的奉献扣除吼，就是咱对内去经商会奉献，咱有突破3000万吼，所以咱去年咱有奉献是3706万吼左右吼，所以咱会当理解来讲，咱去年吼比前年吼，咱的奉献加200几万吼，
这是咱有一个突破。当然，咱的人数有增加较济，所以咱的风险有哪增加较济。这是牧师互大家知啦吼。就讲这10年来，其实咱的教会有咧改变，有咧进步吼。这拢是上帝的恩典也是真侪人有真道理咧推动真侪事工。咱来感谢上帝，详细伫新的一冬，牧师望咱继续来关心教会的各项事工。今日的经文是耶稣基督所讲一个譬喻，这个譬喻是天国的譬喻。耶稣基督安尼讲，讲天国好比一粒挂彩种子，人将伊种伫田里。这种子比其他一切的种子拢较细，但是听候伊大长起来，却比任何的菜色拢较大。伊成做一丛树，连飞鸟也伫伊的树枝顶面来搭树。咱直接讲这挂菜咱来理解就讲巴勒斯坦的挂菜，咱翻译做挂菜这个字甲咱台湾的挂菜是无共款伊是无共款品种的食物伊这个挂菜为什么会翻译做挂菜我唔知什么原因，但是我会当想象可能是因为挂菜这个芥菜这个芥伫咱中文的意思是美食的意思啦比如咱讲一介草民嘛就讲一个真美食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经济真美食，所以来翻做挂菜，可能是安尼啦。因为伊甲咱普通咧食的这个挂菜是无共款伊是咱这个所在是无这款的食物但是伊伫约旦河畔是约旦河畔是真普遍的伊这种菜伊经济真细，但是伊来种做了伊会当真大丛甚至亲像一丛树同款所以伊会当生长到差不多3-4公尺遐尼悬所以马太福音书第32节讲，伊会成做一丛树，因为伊确实就是一丛树伊会生出真侪种子有一种鸟叫做金鹰这种鸟伊真爱食这个挂菜籽的种子。所以耶稣讲，这鸟只这飞鸟会伫这挂菜树顶面搭树，这是有道理的所以咱袂当用咱今仔日所食的这个挂菜来想象这个比喻伊是无共款的食物但是而且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伊讲伊用一个种子的微细到后来大长了，成做一丛大树，用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说明讲，上帝国一开始可能是真微细。但是到落尾会大大开展，超越过咱人间一切王国，甚至连飞鸟，飞鸟才是咧讲外邦人，咱等下看这段经文连外邦人也来加入，所以咱要透过耶稣所讲的这个譬喻来思考教会发展的要素，因为这虽然是咧讲天国，但是咱会当来批评这教会教会发展有几个真重要的要素。第一项就是经济。经文中间对咱讲，天国好比一粒挂菜种子。伫挂菜种的这譬喻中间，咱知上帝国咧展开的过程，一开始是微细，可能人看清看袂到，但是因为这粒种子伊是有生命力，所以伊展开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大的，非常惊人的。好亲像咱看起着耶稣咧传道过程中间，一开始咧军队的门徒真少，但是后来哪来哪济。当耶稣对世人中讲话了，信徒佫集中起来，一直传播到今仔日，全世界有遐尼济人咧军队耶稣基督。所以一开始是微细，但是后来扩展真说真大。对初代教会到今仔日，咱看的就是安尼。因为上帝国伊本身亲像这粒种子，这粒种子毋是死的种子，是有生命力的种子，是会成长的。所以一开始真微细，但是后来要成做伟大。咱看起着咱双年教会嘛是同款。咱头起设立伫即个马街病院边仔，其实是为着马街病院的医生、即护理人员。以及即个当时的宣教师，因认为讲需要有一个讲义所来传讲上帝的福音，传讲上帝的真理，所以被设立头起是微细，但是这100年来渐渐扩大到今仔日的规模。
所以这就是因为这条经济是有生命力的。咱理解吼，今仔日吼，咱政治经济将来要修成吼，甲这经济的品质有真大的关系。有一寡经济有强，阁有它的生命力，伊就大长起来，会结实累累。咱今仔日吼，咱讲台湾实在是有真侪值得咱骄傲的所在吼。咱即马岔开这个话题，咱来看最近咧防疫这件代志吼。其实咱真正爱着咱第一线咧替咱把关的这防疫人员来鼓励吼，爱来支持，因为咱确实吼是值得咱骄傲，因为咱咧观察就讲全世界吼，差不多无一个国家亲像咱做了遐尼好诶吼。啊，搁另外，咱来理解讲，咱台湾的农业技术是世界一流诶吼。现代农业科技吼，生物科学真进步。伊咧研究这经济吼，咧培养这经济的过程中间，伊会当将这经济好的部分来留落来，啊，但这歹的部分来除去，吼，啊，或者作物更加丰收，吼，这叫做品种的改良，吼，啊，所以咱来理解，咱的生命嘛是安尼，吼，咱讲经济吼，那比评教会亲像信徒的品质，所以咱信徒的品质，咱嘛爱来改良的好势，啊，所以牧师有两项建议。第一项就是咱爱将咱的杂质来除掉，爱除掉遐互咱生命变做无好的思想甲作为。啊，咩除掉？上介好的方式就是，咱每一工拢会当用上帝做咱生命的中心，借着读圣经，借着祈祷来装备咱本身。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咱知影上帝真特别，伊互无共款温数的人组成一间教会。所以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温数，有人有音乐的温数，伊当做音乐的服侍；有人有关怀的温数，伊做关怀服侍；有人有教导的温数，伊当做助理二老师、圣灵助理二的教导的这个人员。所以无共款的温数，伊组成这个教会。啊，咱每一个人，咱来求上帝吼，互咱伊伫咱生命中间所享受这个温数，会当来发挥出来。所以咱常常用较无祈求上帝，互咱温数，然后咱要建立用温数做本质的一种服侍，互咱教会当强大起来。所以咱来知影吼，咱今年吼，咱年度的目标的第一项就是啥物？就是培养信徒的灵命。这是就是亲像经济中间的改善这个品质，改良这个品质。咱期待透过无共款的装备课程来帮助大家。咱若献开咱的手报吼，对年初开始，咱就一直在宣扬。咱今年有真侪无共款圣灵助理二的课程新开放，吼，互咱透过这个课程会当得到培养。咱伫3月份开始，要继续来进行马太福音书的查经班的第2个阶段。这拢是要帮助大家将咱这生命的品质来处理好势。这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项，经济虽然真重要，但是伊要种伫正确的所在，所以这产园嘛是真重要，就是土地啦。所以教会中间咧讲土地是咱的属灵环境，爱来处理好势。所以圣经中间耶稣讲，人将伊种伫田里，种伫田里这个话非常重要。咱知影这芥菜籽吼，我捌听过迄个专家研究，伊讲。芥菜籽你会种伫迄个荒郊野外吼，你无要去管伊吼，伊会当生甲真大丛，3公尺、4公尺。但是你若来种伫一个吼真好佮肥的田，伊会当生甲愈较大丛吼，超过4公尺吼。表示安那种伫真适当的所在，这非常重要。耶稣捌讲一个譬如吼，这野种的譬如咱拢真清楚。讲有一个人出去野种，伊的经济。野种的人上款人，野经济上款的经济，但是有一寡经济就伫路边，飞鸟来就将伊食去。有的第二批的经济落伫即个真浅的土的石头地顶面，无偌久吼，虽然不远，但是日头一出来，晒打去就孤打去。有的经济落点伫刺皮中间，这苗要大丛，结果刺皮来砍掉的，伊就无法度大丛。但是有另外一批种子也伫好土内底，
伊就修成100倍、60倍、30倍。伫即个比喻中间，亚种子的人是相款一个人，所亚是相款一个种子，但是因为伊落伫无共款的土内底，产生无共款的结果。所以这比喻主要是讲啊啦，信息被无共款的人接受，造成无共款的影响。但是咱卖当来理解安尼，种子相款的种子品质拢相共，但是你种伫无共款的土地顶面，环境无共款。结果就无共款，所以咱若种子已经准备好势，咱还有一个好的环境，互伊当长大起来。所以咱今年的第2个目标叫做塑造教会文化。所谓叫做文化，文化就是咱这个环境，咱这个属灵的环境，咱来塑造的好势，互所有的种子拢会当大长起来，结实累累。所以牧师有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咱的家庭，咱知影。教会是由真侪无共款的家庭所组成的，所以咱伫家庭中间爱有迄个好的环境，伫咱的家庭中间。咱伫家庭中间用敬拜、用祈祷、用读圣经来经营咱的家庭，塑造更较好的环境，互咱的信仰更较好，灵命更较提升。咱的家庭中间有细囝，咱来理解，咱细囝出来教会一礼拜尔1点钟、2点钟尔。伊大多数的时间，拢甲你做伙，拢伫家庭中间，所以咱家庭的这属灵气氛来用得好势，咱这囡仔就受到祝福。这是咱来做的。第2项，就是咱教会的团结甲小组。牧师有一个期待，就是讲教会团结甲小组咱拢是用上帝话做中心。望讲，咱思考的就是上帝话，讲的就是上帝话，分享的就是上帝话，帮助大家伫这个属灵的环境顶面互相祝福，这是真重要。如果咱若将教会这个属灵的文化来培养的好势，有好的种子，有好的环境，自然而然会产生真好的结果。咱的教会会成做一个大树，但是咱伫即个结成大树的过程中间，咱嘛爱理解，是第3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耶稣讲，即个种子比其他一切种子拢较细，但是当伊大长起来，比任何菜色拢较大。伊成做一丛树，连飞鸟也伫伊枝上顶面大树。咱来看即个飞鸟其实伫犹太人的文学中间也是讲列比的教训中间，飞鸟是指外邦的国家。你来看以西结31章的第30到第6节，伊咧即个譬喻是咧讲飞鸟亲像外邦的国家，有一天要进入上帝的国度中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教会成做一丛大树，目的毋是讲外口好看，外观好看，咱伫内底人感觉真好。毋是安尼，大树的目的是咩啦？吸引飞鸟来，互飞鸟伫即个大树中间也会当食饱。所以教会被设立了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爱将福音传播出去。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之一，爱传福音互更较侪人，有更较侪需要的人需要被拯救。所以，如果咱也无愿意安尼咱来记起耶稣基督讲的另外一个教训。耶稣讲有一个人伫家己的葡萄园内底栽种一丛无花果树，伊去这树骹咧找果子，找无，伊就对这个供园的人讲这3冬来，我逐冬都来这无花果树下面咧找果子，结果啥物嘛无，这丛来臭掉好啊。这个供园的人讲主人啊，拜托搁互我搁宽容1冬，等我将这个四周围的土来掘互松，加一寡肥料，看明年的结果是安怎。那明年佫无要结果子，就将伊除掉。所以，咱的教会这几冬来，领受上帝祝福，咱已经成做一丛大树。咱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爱将这个福音，甲其他也未明白耶稣基督的人分享，互更较侪飞鸟会当歇伫这个树丛内底。来遮大树，来遮食饱，来遮得到福气。
这是咱的使命，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来到上人教会领受祝福。主，阮是一粒种子，求你改良阮的品质，互阮会当种伫这个属灵的环境中间，生长成做大树，也互大树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